咩話？政府包底4.25厘息，你仲幫父母做緊普通定期？今期政府發行嘅銀色債券2026保底息高達4.25厘，每手入場費1萬蚊港元，喺現時銀行定期陸續減息嘅環境下，絕對係幫父母鎖定未來3年穩定高回報嘅黃金機會。只要係1967年或之前出世，同時持有香港身份證就買得。以抽10手為例，每年保證拎翻4250蚊息，3年穩到係12750蚊啦。申請方法非常簡單，主要有2種：第一，指定零售銀行，直接用父母嘅網上銀行 App、電話銀行或者親自去分行揾職員辦理；第二，指定證券商，如果父母平時有開股票戶口，亦可以直接喺證券商 App 入邊認購。記住關鍵時間8月21號朝早9點開始，直到9月4號下午2點截止。身為仔女，記得提早幫屋企長者準備好戶口同資金，唔好錯過今次政府包底嘅高息機會啊！如果對認購細節或者對家庭資產配置有任何疑問，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 DM 我查詢。覺得呢個資訊有用，記得 Like、Follow 同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仔啦！